有冇人天生髮質差？啲頭髮真係好棘啊，都唔知可以點搞好。最近試咗日本呢隻護髮用品，首先係呢一隻烏木玫瑰洗髮乳，係好高級嘅木質玫瑰香。最中意佢洗完頭皮清爽唔痕，頭皮屑直接拜拜。其實呢一隻相鋪有幾款味都好好聞，我仲試咗另一隻味，就係呢款茉莉花香洗髮乳，有種清新神露嘅茉莉香，黑子強效修復焗油，用完頭髮順到唔打結，真係我嘅救星啊！質地厚潤好推，毛躁飛毛都可以講拜拜。呢一款喺搽完之後等5分鐘，然後沖水洗乾淨。髮質差真係靠晒佢啦，真係幾有用，用完之後明顯有改善，頭髮都唔會再打晒棘。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試下日本呢一隻護髮用品，真心 work 啊！用完之後好明顯可以見到前後嘅分別，終於擺脫頭髮毛躁又多飛毛嘅髮質啦。